彈機率，而機率大幅增加，呢類模糊嘅宣傳誘導消費者課金，甚至特登虛報機率，政府仍然冇任何清晰嘅法律途徑去追究。喺2021年，台灣實況主丁特就曾經使咗超過170萬元人民幣喺遊戲天堂 M 實驗近1000次轉蛋，發現機率只有得4.4%，比起廠商嘅公告10%少咗足足1倍。而事件發酵至今，事件持續發酵，台灣政府介入調查先發現，原來廠商偷偷調低個機率到5%，但就虛報機率誤導消費者。雖然最後丁特從民事訴訟成功追討部分嘅金錢，但更多嘅係被誤導消費嘅普通玩家就求助。天堂 M 事件好彩有人願意花大價錢去實測機率，揭發到虛報機率嘅廠商，但可以預示到虛報機率嘅問題，我哋啲普通玩家根本就發現，只係會感覺自己唔夠好。有見及此，台灣發展就出咗轉蛋法，明文規定遊戲廠商公開轉蛋機率模式。有方倡議香港引入轉蛋法嚟填補法律漏洞。第一，必須公開每個獎品中獎機率；第二，範圍包括消費者課金後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嘅轉蛋；第三，機率就必須以數字百分比方式清晰表示；第四，只要遊戲提供本地網絡服務，無論伺服器或者廠商嘅地址，就必須要遵守轉蛋法。第五，參考會計制度。公佈嘅機率就必須經過第三方機構認證，而第三方機構獨立性同公平性就由政府認可把關。而第三方測試機構，例如 Ecopa 公司，現時就喺國際上為唔同嘅機率遊戲提供驗證服務，並使用統計分析、種子生成、算法測試、軟硬件測試，去確保代碼設計符合公佈機率。要審視問題，就要睇轉蛋法能否令中獎機率公開透明，預防玩家被誤導消費。有方正例第一，保障消費者知情權，俾消費者作出明智嘅選擇。消委會指，消費者有取得正確同充足資料嘅權利，避免因為唔誠實同誤導性嘅宣傳欺騙。而遊戲業界都不乏侵害消費者知情權嘅例子。例如日本手機遊戲《碧藍幻想》喺2016年進行咗特定角色機率上升2倍嘅轉蛋活動，自然吸引咗一大班玩家課金啦。甚至有玩家因此課咗5萬蚊港紙，淨係為咗抽到個角色，但最後都仍然抽唔到。佢舉報咗先至發現，遊戲商原來係事先降低個機率，再提升2倍。如果消費者一早知道個機率嘅具體數字原來係咁低嘅話，佢哋就會俾人誤導，花費遠遠超出佢哋嘅金錢。第二，公開真實機率，減少衝動消費，造成上癮。消委會喺2021年嘅報告指出，香港缺乏對遊戲商銷售手法嘅監管，導致玩家墮入消費陷阱，繼而更容易成癮。報告援引教育心理學家黃宇坤指出，唔公佈機率嘅抽獎更容易令玩家沉迷上癮。而北區青年商會一份關於課金嘅調查，揭露課金轉蛋成為成癮者嘅心路歷程。發現一旦開始抽到第一下，就會覺得下一抽會中，一路抽直至會中為止，形成咗上癮回路。因此，只要公開機率，消費者就可以估算實際抽卡嘅機率，避免因為高估自己抽中嘅機率而衝動咁開始第一抽。城市大學嘅研究同樣支持呢個結論。研究發現，一旦遊戲公佈咗中獎機率後，所有嘅玩家就必然會減少轉蛋次數，而2成嘅玩家就會顯著減少轉蛋數目，避免衝動消費，減少上癮。綜合以上兩點，今日議題已經成功。警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14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下來有請反方主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咁你可唔可以向我示意？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首先，我哋唔應該用台灣例子去判斷我哋需唔需要引入轉蛋法。我哋應該睇翻提出引入轉蛋法嘅台灣點解需要呢條法律呢？再比較翻香港嘅情況，台灣現時嘅法律只係要求遊戲商提醒玩家，並冇要求一定要公佈機率，導致有70%嘅遊戲無法公佈轉蛋機率，需要台灣先提出引入轉蛋法。但係我哋反觀香港嘅情況，而家最主要嘅2個遊戲平台 App Store 同埋 Play Store 都已經要求所有遊戲商公佈獎金獲得嘅機率。既然係咁，我哋點解仲要引入一條轉蛋法呢？去做現時已經可以做到嘅嘢呢？
都唔一樣。點可以因為台灣有需要引入轉單法，就睇出香港要需要引入轉單法呢？其次係執行法例嘅方面，政方想引入一啲第三方嘅公證機構，不過呢個對引唔引入轉單法根本就冇影響。轉單法係一條法例，而呢個機構只係驗證，只係執行法律嘅手段，唔應該包含埋法律裏面討論。而且如果政方真係覺得第三方公證機構咁重要，我哋大可以將呢個驗證機構嘅步驟加入入去商品説明條例，咁係咪應該可以解決地方嘅憂慮呢？點解要就有一條新嘅法例先可以做驗證呢？兩者嘅關聯，政方仲未能證得到。更何況類似嘅機構，香港已經有消委會對坊間嘅各種商品進行定期嘅抽查，其中就包括手機遊戲嘅轉蛋機制。政方理想中嘅驗證機構，其實係咪消委會呢？又或者政方會唔會只係想擴大消委會嘅職能範圍？最後係立法嘅必要性，消委會一早已經對網上遊戲進行監察、檢查、上報數據。2021年起，更加定期檢查手機遊戲，例如早前就16款網上遊戲公佈不實服務對象資訊，調整遊戲重新設定驗證年齡嘅功能。由去年起，消委會有審查公司嘅隨機生成器，確保遊戲部分內容係全隨機。再進一步，消委會同拆解遊戲貨金標數。2021年最熱門嘅11隻遊戲全部實測，轉蛋、首次入錢、獎勵、禮包、月卡、保底祭品，每招都有詳細嘅介紹，又有齊綜合表格同埋遊戲圖片。每份報告針對轉蛋機制特別開咗一欄，例如傳說對決，每抽一次就可以增加下一次抽中嘅機率；願神每90次就一次保底。叫個公道嘅抽蛋淨列明有機率。一拳超人就會講明頭獎只有1.3%嘅機率。可見檢查查咩嘢點公佈，有咩提醒，消委會全部都識做，有人有經驗有時間。只要消委會有更多空閒，例如檢查更多後台系統嘅機制，勞工家就會持續抽蛋，公開統計嘅數字，玩家亦會更易判斷值唔值得用抽蛋形式購買產品。咁請問有方面對小案例有法規有監察嘅情況，依然要立法新規？點解要多此一舉呢？多謝各位。法官處辯發言時間為3分01秒，無超時，需扣分。而家進入高中單挑環節，請雙方各自派出1名告訴辯員。警方準備好就可以開幕示。各位打圖，有方知唔知點解啲人轉蛋會上癮？有方同學，我想問下，而家香港列明晒手機率情況底下，你再加一個轉蛋法，你點樣確保佢唔會上癮咯？唔係，有方同學講消委會咧，但係原來消委會咧佢做嘅工作咧，純粹係幫啲消費者調停，所以其實咧，就算即係個遊戲商咧，佢唔敢做唔公佈嘅機率咧，唔理消委會咧，其實係可以冇效果嘅。咁今日我方見翻而家成立一條法例嘅時候，咁一條明文列明啲遊戲商一定要咁做，如果佢唔咁做咧，唔喺香港上架係咪做得更好？好簡單，因為而家香港有 App Store 有 Play Store，佢已經佢要求晒所有嘅上架商品要清晰列明所有嘅抽獎機會。咁呢個情況底下，有方可唔可以舉例到一個係香港係隱瞞，係即係冇公佈佢機率嘅遊戲出現咯？唔係，咁就有啲遊戲可能係上網，求其有啲上網唔一定要透過你嗰啲 App Store 下載遊戲噶嘛。再或者原來有啲遊戲可以虛報一啲嘅虛報嗰啲機率嘅時候，咁你嗰啲 App Store 又點樣管制啊？嗱，好簡單，首先虛報已經商品説明條例已經管咗，只要你任何虛報嘅情況底下，已經係可以向消委會用商品説明條例投訴噶嘛。喺香港虛報咧已經犯法，唔係好似有啲同學覺得台灣嘅例子聽法係唔犯法嘅。但有方同學都係冇同我講緊有咩實際例子同我講，香港而家係佢冇公佈機率，但係同時間佢係即係喺香港上架啦，所以有方同學論證唔到香港係有幾嚴重呢個問題。咁有方同學我想問下，你有冇同學講知情權呢樣嘢啦？有方同學係咪覺得咧，我要公佈所有嘅源代碼，公佈所有商業機密，有方同學先至樂意咧？唔係，我方同你講咗啦，消委會咧係冇，即係唔係有一個法律效力嘅，所以你唔好再同你講話咩透過向消委會投訴，因為我方同你講咗係冇用嘅。咁所以今日我方見到我而家有條第3強制啲消費，即係嗰啲遊戲商要有個第3方驗證機構，如果佢俾假嘅，即係佢唔可以再提供假嘅數據嘅時候，係咪唔可以呃到啲消費者啊？我都冇同你講消委會係個執法部門，我啱啱主要同你講咩？消委會係第3方嚟嘅啫嘛，佢係幫助商品説明條例去做啊嘛，所以我啱啱講咩？我啱啱係講緊透過消委會向政府投訴一個商家違反商品説明條例。有方同學啱啱喺教導組入嘅，所以有方同學今日究竟論證到究竟而家我係咪一定要將嗰啲商家全部嘅知情、全部嘅源代碼公佈出嚟？有方同學先至樂意先。咁啊，你唔好轉戰場轉。咁我想問而家有冇乜嘢遊戲商因為冇公佈嘅機率，所以就俾人拉咗？咁而
而家冇俾人拉咗，而家就係香港人因為上架佢都要公佈晒，咁咪啱咯。你要上架，你要做正確嘅記錄咯，所以佢唔會俾人拉㗎，係做錯先會俾人拉㗎嘛。咁而家有分學舉唔到一個例子，係香港嗰啲人係公佈假資料，跟住佢又冇俾人拉先。唔係，我剛才同你講咗有好多唔同嘅線上遊戲，有啲唔需要透過 App Store 下載嗰啲遊戲，佢全部咪估唔到咯。咁而家有個明文規定全部，咁係咪嘅保障得更好先啊？咁呢個點？所以有方同學一直冇乜任何一個真正嘅實際例子。各方嘅發言時間已經用盡，正方剩餘19秒，咁你可唔可以嘗試？仲有好，所以其實今日有分堂，即係有分堂係咁同你講話攞商品説明條例告啊，但其實咧係冇任何個案係講得明告到，所以其實係咪真係告？係咪真係告得入咧？有分就證唔到。再或者今日我方以前有一個香港有個叫食物及藥物，即係關於成分標籤嘅條例，咁即係其實原來如果跟有分堂參考嗰啲條例都唔使嘅啦。正方嘅發言時間都已經用盡。家先請正方一輩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啦。主席，有方同做一打好，有方同我哋講話咧，現時嘅商品嘅説明條例咧已經可以保障到啦。但其實而家咧係冇遊戲因為公開紀律而唔俾上架，已經冇呢個案例嘅時候，有方實在論證唔到呢樣嘢係有效啦。因此有方唔可以話一定規管到啦。而且而家嘅商品説明條例亦都好模糊啦，係冇列明咧每一個行業都要提供佢嘅資訊啦。所以而家香港有咧食物同埋藥物成分盒同埋標籤嘅條例啦，清晰咁列明呢啲食物係啲乜嘢啦。咁所以咧啲人先唔會去俾呢啲食物誤導嘛。咁有方嘅邏輯底下咧，呢啲法律係咪都唔應該用啦？但如果一出咗事先要再投訴啦。咁所以啦，轉單法一樣道理啦，可以提供一個清晰嘅指引俾遊戲廠商啦。有方同我哋講話咧，佢哋嗰啲唔知咩App Store、Play Store 啲咧，可以提供到一個嘅機率，但機率佢提供咗一樣可以造假噶嘛。好似台灣嗰個天河 M 嘅例子，佢公開咗話係10個巴士，唔係公開咗話10個巴士，但其實得翻4.8個，得翻5個巴士嘅時候，佢咪正係一個佢公開例子，但係佢一樣可以誤導人嘅例子咯。有方其實有方亦都冇正面咁答到咧線上嘅遊戲咧係可以點樣避免，因為線上遊戲根本就唔經 App Store 或者 Play Store 去監嘅時候，即係有方舉唔到個例子咧，可以點樣監到線上遊戲啦？相反啦，我方而家講嘅轉蛋法可以咧好似台灣咁係透過只要上到去台灣嘅伺服器嘅時候，就需要去管理嘅時候咧，咁就正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唔止係遊戲嘅行業啦，任何行業嘅商家咧，永遠都會俾消費者作更多嘅信息同埋主動權啦。但係又好似食物咁製造行業啦，消費者對食物嘅材料製造本身咧都一概不知。就算商家真係俾一啲惡劣嘅食物我哋啦，為咗填飽我哋嘅肚咧，都一定會買嚟食。但好多政府立法令到要求食物安全保障啦，要求商家要提供到食物標籤，咁消費者咧終於先可以選擇到更好嘅產品，將不良嘅商家驅逐出市場。但其實消費者嘅權益係彰顯啦，令到消費者終於唔需要任人魚肉，令市場真正翻消費者同商家各取所需嘅商業局面。所以咧，其實我方從來都冇反對過咧，課金抽獎嚟獲取娛樂啦。我方只不過係反對緊一啲商家用一啲欺騙嘅手段，令到消費者額外咁付出多咗，就好似可能係偽造機率啦，甚至係根本就唔講機率嘅情況下，但喺轉眼法之下咧，玩家知道咗真實嘅機率，單憑自己嘅意願去決定課金嘅次數，用市場力量就將欺騙人嘅無良商家驅逐到市場，先真正可以做到各取所需。多謝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3秒，無超時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一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可唔可以嘗試？
各位大家好，啱啱有一方就同我哋講啦，話呢個藥物條例相關，佢而家係咪唔識藥物條例就好似我哋冇咗轉打法咁樣啦？當然唔係啦，因為呢個藥物條例係人命關天嘅喎，冇咗藥物條例啲人可能會死嘅喎。咁而家我哋藥物條例嘅對標咪就係商品說明條啦。有方又同我哋講話食物啦，我哋而家食物食唔好會死喎。咁而家商品說明條例咪就係保障咗消費者嘅權益，咪就係保障咗消費者會有知情權咯。但有方又同我哋講啦，哇知情權，而家消費者唔知嘅機率就係冇知情權，唔係而家消費者都有知情權嘅。消費者而家知道佢每一抽咗幾多錢，每一抽啲乜嘢出嚟，呢個咪就係正正就係佢知情權咯。唔係所有嘢，唔係佢嘅源代碼都要同你講呢個先係佢嘅知情權㗎嘛，有方要搞清楚。同埋有方要知道其實而家商品說明條例係適用於網絡遊戲嘅銷售手法㗎，就好似有方同我哋講嘅台灣丁達、天堂 M 咁樣啦。而家有商品說明條例喺香港就可以拉到佢㗎啦。商品說明條例亦都規定咯，如果推銷嗰陣時提供虛假同誤導性嘅陳述，禁止遊戲商進行誤導性宣傳，唔係淨係喺遊戲商嘅機率裏面啦，喺遊戲商嘅廣告，喺遊戲商喺 Instagram、喺 Thread 度 po 一啲喺 Thread 度講一啲誤導性嘅陳述，佢都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嚟㗎。而家商品說明條例亦都規範緊商業手法，有方同我哋講日本嘅碧藍之海啦，而家咪就係日本嘅碧藍之海用香港嘅商品說明條例都可以規管到咯，因為而家香港商品說明條例係要求遊戲商遵守公平嘅商業原則，防止欺騙性行為㗎嘛。嗱，而家香港電競總會創會會長楊全勝亦都解釋緊啦，蘋果同谷歌近2年嚴禁機械人刷下載量，遊戲商變招之下欺騙玩家下載遊戲嘅假廣告大行其道，呢個咪就係我哋而家消委會用緊嘅消委會同政府講緊嘅權益咯。有方而家又同我哋講啦，話我哋而家係好難執法喎，好難香港冇俾人拉嘅例子啦。我而家又同你講啦，海關就自己去年至今已經獲得10宗相關舉報，已經有6宗係結咗案嘅時候，咁有方係咪有例子講到同我哋講到話而家係冇俾人拉咧？嗱，消委會又建議政府係應該加強公眾教育嘅宣傳㗎。而家喺公眾教育應該提高公眾教育對手機同埋遊戲嘅課金認識。與此同時消費者亦都唔應該為求勝而過度消費，適宜度參與及注意遊戲為個人健康、社交同生活等方面帶嚟影響。有方同我哋講，而家啲人衝動消費，而家啲人課金，而家啲人因為唔知佢叫做課金，有方又確唔確保有轉打法之後，佢哋就唔會衝動消費，佢哋就唔會去過量咁課金咧。嗱，其實啦，而家政府、非政府組織、學校等組織都為咗協助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提供咗唔同類型嘅服務同項目。嗱，而家衛生署就做咗相關嘅宣傳錦囊，並已經設置咗專題網頁，以教育家長、教師同埋學生有關網絡遊戲嘅風險。有方而家同我哋講，我哋嘅措施，我哋而家咪正就係有教育，又有消委會，又有商品說明條例，多管齊下先可以令到消費者一個足夠嘅權益啊嘛。多謝各位。打開一個發言時間為3分0秒，冇超時唔需扣分。今日請正方二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呢個冇開向嘅指示。最後覺得好，所以其實今日有方全場咧冇反對過轉打法咧係可以保障到消費者權益，同埋可以減少到上癮。所以今日我方兩個論點咧都確立咗。所以其實有方同學唯獨擔心就係同你講嘅係現時又冇其他方法咧同樣可以做到轉打法做到嘅嘢。嗱，今日有方有2個方法，單有方同學嚟講話咧可以透過消費，即係可以向消委會投訴就可以做到啦。但其實我方一副已經講到明咧，消委會本身冇一個法律效力，所以冇一個即係消委會咧本身係冇一個法律效力嘅，所以其實佢投訴完咧向消委會投訴完係咪真係有結論，係咪真係做到咧？其實有方同學都論證唔到，即係有方同學自己都冇論證過。就例如今日我方主編講緊嘅碧藍幻想，原來係有玩家去因為呢個碧藍幻想咧就俾咗一個錯嘅機率出嚟，然後之後就令到啲玩家使咗5萬幾蚊港紙之後咧先。5萬幾蚊港紙之後咧，咁呢啲碧藍幻想，然後喺香港使5萬幾蚊之後咧，咁佢係咪又可以喺香港度拉到咧？其實有可能自己都論證唔到。再者今日有分一副咧同我哋講話有一個海關有6宗案結咗案，咁呢6宗案分係啲乜嘢6宗案？係邊6宗案咧？其實有可能自己都冇解釋，所以麻煩有乜下個電話要交代。同埋有乜同學要論證必然論證嘅係呢6宗案係，同埋呢6宗案係咪都係啲消費者佢使完一大筆錢去，即係喺啲遊戲上面搞到自己血本無歸，然後之後先至可以判翻案，然後之後攞翻啲錢咧。今日我方見到嘅原來係
行轉蛋法之後，我強制一個消費，即係強制一個遊戲喺呃到啲玩家錢之前咧，就必須要列明嗰個機率嘅情況下邊。咁而家啲消費者唔需要去使用一大筆錢之後再去投訴，連啲錢又冇得攞翻，即係呢個情況唔會再出現。佢必然係可以提清個機率，諗清楚。即係必然有一個足夠嘅知情權嘅時候，之後先再作一個消費決定嘅情況下邊，咁唔係咁係代表佢哋唔一定會即係可以有一個作出一個預防嘅效果。再者，今日有幫同學講另一個途徑咧，就同學講可以透過用 App Store，即係用啲 App Store 或者一啲 Play Store 咧，就可以即係會監管到嗰啲即係監管到嗰一啲嗰啲遊戲會強制佢哋要公佈嘅轉蛋個機率啦。但今日我方見到嘅遊戲從來都唔淨係得即係要喺啲即係呢啲下載嘅程式上面上架啊嘛，仲有好多遊戲，即係例如有啲線上嘅遊戲，可能入邊都係有轉蛋嘅情況嘅時候，咁有不同咧又如何管制，有不同通通都交代唔到，所以通通都交代唔好，所以再者啦，今日有翻一副同學講話，我哋而家香港即係政府咧，仲可以用一啲教育嘅途徑咧，就令到啲人唔會課金啦。但今日我方見到嘅就係、如果你淨係即係如果喺有方立場底下覺得教育真係咁有用啦，係咪所有全部香港嘅法例係咪全部都唔使要，係咪淨係透過教育去就做到咧？所以其實可見咧，其實今日咧淨係教育同埋現時嘅法例咧，根本都唔一定管制到，甚至就算你管制到都好啦，你都做唔到一個預防嘅效果，令到有一大班人咧喺受到保護前咧就已經蝕咗一大筆錢嘅時候，仲要可能投訴無門嘅情況下邊咧，今日轉蛋法咧就避免咗呢啲情況出現咯。再各位，其實香港政府咧一直都有意發展遊戲產業，所以咧文創產業發展處咧就為咗資助業界發展咧，亦都推出咗香港遊戲優化同推廣計劃，令到遊戲業界喺15年咧就成為香港最大創意產業嘅時候咧，咁今日我哋提倡咗轉蛋法，咁隨住個市場越嚟越大啦，咁如果你唔好將消費者權益，就等於引狼入室，令到俾人呃嘅人即係受到啲遊戲商欺騙嘅機會咧就越嚟越大嘅時候，係咪又唔使理咧？多謝各位。聲方業務發言時間為3:15，冇消息會追求分。而家到查方業務，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我開始我事。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啱啱我方一副咧已經講咗呢個轉蛋法係冇辦法規管嘅，規管啲人去課金嘅，何來同意你哋嘅講法咧？而且咧有方咧就講過呢個天堂 M 同埋呢個日本嘅嗰個碧藍幻想嘅案例，但係咧你哋拎唔出其他嘅案例啦，為咗法律嘅效用咧，根本就冇有方上咗咁大嘅，為咗咁少個案就要俾成個行業承受不必要嘅監管成本係唔應該嘅。而且呢條法例咧其實係管唔到本地，但係管唔到跨國嘅。而且咧香港註冊嘅公司咧其實咧喺可以上架喺 App Store 同 Play Store 咧已經係強制咁樣公佈咗遊戲機率啦。但係呢個咧有方都講咗啦，有啲遊戲咧即係需要擺上網上度，啲玩家就可以下載去玩嘅。呢啲亦都係唔受呢個法律嘅規管嘅，所以何來呢個轉蛋法可以監管可以彌補到而家法律上面嘅管制局限性咧？而且我方亦都去建議咗呢個進行第三方公正機構去審查呢件事啦。我方其實建議咗消委會去進行一啲實質測試，去主動出擊嘅。消委會可以去檢查，可以去測試而家商品啦，例如嗰啲洗頭水啊之類啦，就去測下呢個成分係點啊，會唔會有啲咩成分係超標之類。咁消委會咧就可以透過大量抽樣場地審查遊戲代碼，去睇下嗰個增值機率係咪同宣傳相符，定係咧遠低於宣傳嘅。如果遠低於嘅話，其實咧就可以透過呢個相關時令條例可以直接拉㗎啦。跟住之後如果咧測到出嚟嘅係遠低於呢個宣傳嘅話，啲玩家亦都可以有自由選擇佢係咪去抽呢個嘅卡池啦，或者係唔抽，呢個都係交翻俾佢自己可以去選擇嘅。而且呢種方式咧係唔分本地定跨國公司嘅，一律都可以監管，直接針對呢個機率不實嘅核心問題，俾一條更加難以執行，而且範圍更加狹窄嘅法律更加精準、更加有效。加埋咧有方啱啱就講過啦一啲佢哋要公開晒佢個機率啦，但係要公開到咩地步咧？如果嗰種佢哋話呢啲食品咧就要公開呢個營養標籤之類嗰種嘢啦，但係其實咧要公開到咩地步咧？係咪一定要公開晒佢啲商業機密先至夠咧？咁樣係對呢個商家唔公平，甚至係破壞晒成個嘅經營環境嘅喎。跟住咧有方都講過啦啲青少年咧或者係啲人咧，佢可以衝動消費啊嘛。但係我哋咧教育咧係俾限制咗佢喺最話俾佢聽，唔應該
去觸碰呢個最底線，唔應該去觸碰呢個法律嘅最底線，因為佢會直接坐監。而教育咧係可以保障到咧佢嘅道德，就話俾佢聽呢個係應該去抽查，呢個唔應該去呢個咧係可以去理智去消費嘅。如果真係要去限制嘅話，係咪要連埋呢個青少年咧？佢哋嘅呢個連青少年佢哋呢個零用錢都要限制埋咧。總之一條成效全面，規管法律有限嘅法律唔係香港需要嘅。而且有分都冇回答，香港係咪有呢個兒童遊戲係香港無條機率嘅？多謝大家。答方題時間為3分13秒，超時需扣分。而家進入初中自由辯論環節，如果情況準備好就可以開始。朱一鳴有幫我做嗰位大好，我想問有風啦，線上遊戲點樣管？所有嘅遊戲係可以點樣管啊？咁我遊戲就係喺 App Store、Play Store 上面可以管到佢咯。咁而家有方嗰個網頁版遊戲受眾比例有幾多？唔係啊，而家嗰個 App Store 根本就唔係線上遊戲嘅時候，咁佢點樣管啊 ？App Store 仲唔係線上遊戲 ，App Store、Play Store 仲唔係線上遊戲。先有方列舉一堆喺網頁版上面嘅大眾遊戲啊。唔係啊，咁所以咧，有方都自己都知有網絡遊戲，即係嗰啲喺個開個瀏覽器出嚟玩嘅時候管唔到啦。咁請問開個遊戲點樣管啊？所以有方今日自己承認咗，而家網絡遊戲係管唔到嘅咯。佢而家有方業庫就話開個遊戲管唔到喎。係啊，開個遊戲管唔到，你而家先同我講開個遊戲點管啦？咩啊？而家就係我方主編同你講咗，只要連接咗香港嘅瀏覽器嘅時候，就可以管到嘅時候，咁點解仲有法冇嘅？連接咗香港嘅遊戲就可以管咗，係咪有方認為所有唔公佈紀錄嘅遊戲都唔可以喺香港上架？香港人唔去遊戲玩就係最好嘅咪？係啊，呢個就係斷諗法。所以有方就認為而家香港人係唔需要玩遊戲嘅，只要有一個唔公佈紀錄嘅遊戲，我哋就唔需要玩，係咪啊？係，因為冇保障到嗰個消費者權益咯。咁有方認為啦，而家要唔要尊重呢啲遊戲商嘅意願咧？尊重遊戲商嘅啲乜咧？係啦，所以而家有方只不過係話消費商就可以賺錢，遊戲商要賺錢，消費者權益就唔出嚟㗎。咁有好多商業嘅條佢就保障到我哋玩家嘅權益㗎。如果我想問有方同學啦，咁係咪有一件新嘅產品我哋就立條新法例？嚇唔係會有方一副同我哋講話咧，而家保障唔到嘅權益，跟住就問我哋玩唔玩喎？唔係保障唔到嘅權益，而家 App Store、Play Store 咪保障咗消費者嘅權益？你而家有冇保障咗遊戲商嘅權益先？唔係，所以我見到你根本就保障唔到嘅時候，今日咪需要轉法？我方從來冇講保障唔到，有方就係答唔到 App Store、Play Store 係咪保障到遊戲？唔係啊，而家全部管晒，仲好線上線下，咪即係網頁定係 App Store 全部管晒咁咪好咯。所以有方咪規管唔到網頁版遊戲咧？規管到啊，就因為連線線，因為係一樣連接到線上嘅嗰個嘅伺服器嘅時候，咪管到咯。所以而家有方就認為我哋喺 App Store、Play Store 上面嘅遊戲都係唔足夠嘅，我哋一定要有網頁版遊戲，我哋規管到網頁版遊戲，全部係金世係最好嘅，係咪？係啊，咁你規管你嘅越全越好嘅，咁你規管啲少，咁你上啲報價係因為嗰啲遊戲而係上嘅。所以有方都係完全冇考慮到遊戲商嘅權益咯。可唔係，但係遊戲商嘅權益就係侵犯到消費者嘅權益咯。點解遊戲商同消費者唔可以有一樣嘅權益？遊戲商都可以有佢嘅機密，遊戲商都可以有佢嘅，遊戲商都可以有佢機密㗎嘛？係咪食物就係全部公佈晒佢方，公佈晒佢對佢哋啊？咁係咪即係而家有方係跟住遊戲商機大晒咧？咁即係有方咧遊戲商啲假數出嚟啦，咁呢啲消費者因為唔知啊嘛，咁佢就係咁對錢入去，跟住係咁借錢嘛，因為佢冇保重咗啦嘛，咁佢咪唔使理㗎啦嗰啲人。點解有假數據啊？有消委會有商品說明條例嘅時候，商品說明條例，如果你有假數據就已經啱啦，點解會有假數據出現啊？點解投訴唔到？玩家向消委會投訴，消委會向政府投訴，究竟有方點樣論證投訴唔到？咁問題就係佢點樣知道先？咁唔通你就係等基地就呢個大貨咗出嚟，就係同你講話我呢個係㗎，咁你先知啫嘛，咁會太遲啦。有方話投訴唔到，只列舉出一個投訴唔到例子啊！咪就係可能而家好多遊戲嘅時候，佢整假嘅機率出嚟都投訴唔到，因為冇人試咯。點解冇人去試啊？消委會我方主編已經講，消委會咪就係不停去試緊，不停同政府上報咯。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嗰個丁就係因為抌咗600幾萬先逃咗喎。咁你老實講，一個普通玩家俾可能600幾萬，咁啲人點樣知啊？咁轉打法就可以保障到啲人會去上報啊嘛。所以有方今日就根本答唔到我哋點樣去消委會已經去知道啲消委會已經調查緊，消委會已經俾玩家有知情權嘅時候，有方完全保障唔到遊戲商嘅權益，只係想遊戲商喺香港撤銷，只係想收遊戲喺香港落架咯。係啦，咁佢有方論點樣尋日就上遊戲嘅廠商賺錢啦，咁呢啲消費者嘅權益就唔使理㗎啦，佢哋有幾多錢都唔使理㗎啦。消費者嘅權益點會得唔到保障啊？App Store、Play Store遊戲商梗係要賺錢啦，佢係一個商家嚟嘅喎。佢哋遊戲商係詐騙緊嗰啲消費者嘅錢喎，嗰啲
會保障到你啊？點會有習慣？我哋有商品說明條例，有消委會有分仲係得唔多，梗有商品說明條例，有消委會。校方嘅發言時間已經用盡，正方剩餘2秒，準備可開場。即係一頭先600幾萬喎，就係要。正方嘅發言時間都已經用盡，而家進入1分鐘嘅結辯準備環節。時間已經結束，而家先請校方結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開向我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總結幾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就係啱啱自由辯戰場啦，我哋雙方喺度拗緊啲咩？就係拗緊究竟而家嗰啲商家同埋玩家佢權益有幾大咯。有方同學覺得啦，喂而家咧我啲香港嘅同埋即係人咧一玩咧就可能會中騙㗎，啲機率係全部公佈係假嘅。咁但係其實我想問好簡單嘅問題啫，香港而家有商品說明條例規定你抽獎嗰啲要係真實嘅，如果假嘅話佢就違反咗商品說明條例啦。咁所以有方同學啦，如果佢係覺得而家我啲遊戲都係會公佈假機率嘅話，咁即使轉蛋法出現都好，咁佢哋都係會公佈假機率嘅喎，你都係會駁佢查唔到㗎嘛。咁所以呢個位就見到有方同學其實冇論證過點解轉蛋法就會令到啲商家由公佈假機率變成真正啱嘅機率咯。有方同學直冇論證呢個位，就係同你講佢哋有轉蛋法就會改變㗎，就會啱機率㗎。其實呢樣嘢有方同學冇論證過，因此係唔成立嘅喎。而第二樣嘢就係講翻抽獎轉蛋法呢個本質啦，呢個機制嘅本質。其實呢個機制就好似我哋抽辯論比賽站方啫嘛。嗱，正方一半及反方一半嘅，我自己打10場辯論比賽啦。其實我係先抽過3場正方，跟住連埋今場打8次反方喎。咁呢個機率咪已經唔同本身抽獎講明機率咯。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嘅係咩？即使係抽獎，只要商家列明咗係正確機率嚟講，只要個商家列明個抽獎抽個呢個商品機會就係咁啦，而佢係正確嘅話，其實抽幾多次都好，你都係佢都商家都冇問題嘅喎，係可能即係我克制咁解啫嘛。咁如果有方同學係真係覺得呢啲可能真係會俾人呃嘅，呢啲機會真係俾人呃嘅話，咁呢個時間你咪應該係要透過消委會呢個第3渠道機制，而唔係執法機制，係去用呢個商品說明條例去投訴咯。商品說明條例係有法律效應㗎嘛，而唔係有方同學所講先消委會有法律效應咯。有方同學一直唔明白我哋講緊啲乜嘢嘅，所以我就見到啦，其實如果有方同學係即係我哋香港已經有呢個渠道去幫助消費者去解決呢一個嘅問題情況底下，有方同學仲咁擔心俾人呃，咁啊去教育佢咯。我哋教育係咩？好似啱啱2.1所講，用消委會去測試嗰啲嘢，同佢講，而家呢個可能冇公佈嘅機會，實際上可能大概係咁多，咁可能亦都可能有啲係本身機會係咁多，但係可能有唔同活動加埋一齊，機會可能少咗好多喎，可能有完全轉蛋方式嘅話，咁呢個情況底下咪同佢講明翻機會係幾多，嘅提防受騙咯，而唔係有方同學自己列明咗一個限制咯。因為就算你列明咗，如果你唔知教育，你唔知道咩叫提防受騙，你唔知道咩叫可能實際上機會，實際上你見到嘅可能未必都係完全最正確、最真實嘅一個機會嘅話，咁呢個情況底下你咪完全唔知咯。你見到機會咪覺得呢個機會就抽，其實你都係唔知做咩嘅喎。所以教育其實係更加緊要，但係因為我哋而家有完善嘅教育機制、同埋制度之下，我哋先會覺得轉蛋法呢樣嘢係需要加入去嘅。而第3樣嘢就係講緊我哋商品本質。有方同學就覺得舉到好多例子，天堂 M 嗰啲抽獎啦，其實有方同學覺得啲人全部都係抽嗰樣嘢嘅啫，佢好想得到嗰樣嘢，但係其實好簡單，就好似我哋好似我哋同對方打比賽，我哋抽到嘅對手都係隨機嘅喎，就好似如果我哋好開心咁同對方係切磋邊嘅啦，但可能有啲隊伍比較驚同友方打嘅，因為佢覺得有機會輸啊嘛，咁所以呢個情況底下係咩？可能嗰啲唔想同友方打嘅，咁佢哋就打啲杯賽咯，因為嗰啲對手隨機選擇㗎嘛。但係如果好似我係真係好想同啲好勁對手打，咁我咪同佢一齊打報聯賽打咯，因為聯賽你點都會見到啲辯論對手要同打一場㗎嘛。就好似我係抽獎啦，有方同學真係好覺得嗰啲遊戲啊，即係全部都係好有
誘惑誤導性嘅話，咁其實大可不必去玩個遊戲嘅喎。而家香港人唔係淨係得抽象遊戲㗎嘛，你可以揀其他遊戲。即使係有啲同學覺得嗰啲遊戲好好玩，天堂 M 會好好玩，嗰啲商品好吸引性啦，咁你都可以有唔同方面獲得㗎嘛。你唔係淨係得抽象嘅方式得取喎，有啲可以自己睇商情購買，有啲甚至可以同其他交換嘅情況底下，點解有幫同學最咁執着喺呢個抽象呢個單一途徑情況底下決定咧？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啊，其實本身抽象呢樣嘢，大家本身都係希望即係獲得樂趣啦。但係有幫同學而家一加再加，今次可能加抽象法，第二次加咩？可能加保底法，再加咩限制抽象法嘅話，咁一加再加咪導致到我哋本身抽象呢個樂趣減少咯。咁當大家抽象樂趣減少，咪自然再抽象咯。咁嘅話，我究竟再優化呢一個抽象，究竟有咩好處咧？其實我而家冇喎。所以我哋見到啦，喺現時嘅呢個監管機制已經足夠情況底下，係貿然再加條業績冇重複嘅法例咧，係完全冇達到任何幫助嘅喎，反而係因為監管成本造成更加大嘅反效果。因此，我方反對今日辯題。多謝各位。科協嘅發言時間為4分10秒，冇超時，需扣分。而家最後請正科協嘅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咁我開放個示意。主席同在座嗰有方大家好，喺報道面我哋聽到成日講課金課10幾萬，可能會奇怪點解會沉到咁咧？佢哋一開始以為好快用㗎，點知抽獎抽唔到，佢哋只能夠繼續課金要抽落去。如果中途暫停嘅話，佢哋自然抌落去錢就會冇晒。但係如果佢哋知道咁，我就可以睇到背後嘅機率，得個0.0幾%，一睇就知就冇可能會中啦。咁又冇咁衝動，開始一隻抽，搞到洗濕咗個頭，完全翻唔到轉頭咧。因為無資源嘅上兩期嘅個個咧已經開始出現咗㗎啦，好似日本、韓國、台灣呢啲嘅發達地區已經落實咗轉蛋法去保障啲消費者，而佢哋都知道咗啲消費者嘅教育消費者嘅法律咧，其實喺網絡未成型嘅時候制定啦，其實就已經係過咗時，根本就涵蓋唔到而家信息化嘅網絡世界，因此更加要為遊戲業界去定一個清晰嘅法律框架。可笑嘅係，只有香港做緊清朝劍、自由膽明朝，只有用明朝嘅劍、自由膽清朝官，即係冇限藥物同埋藥品條例。零售業有貨品售賣條例、銀行業有銀行業條例，或者係遊戲界乜都冇，就好似我哋業務所講嘅，香港政府就為發展遊戲業，但係連最基本嘅法律保障建立唔到，咁我哋仲點去發展由香港遊戲業啊？嚟到今日最後嘅結語環節，其實有方已經好多單據，我方都已經解釋好多次。即係頭先有方提到話嗰啲商品說明條例其實係冇乜用嘅，因為佢咧嗰啲條例係好模糊啦，咁其實係好難去保障到啦。而有方頭先提到啲 App Store 嗰啲下嘅平台啦，咁咧我哋頭先有方嘅議會喺度話，咁啲網上遊戲咁你咪唔使理啊，咁都有啲玩家去抌錢入去嗰啲遊戲度噶嘛，咁係咪就唔使理佢哋咧？就算知道咗佢哋，即係頭先有方嘅一副文喺度話，知道咗佢哋抽咗幾錢就等於知道咗個知情權。咁但係你諗過，如果遊戲提出嘅機率係假嘅，咁頭先我哋頭先提咗有方頭先我方提到話碧藍環水底嘅例子啦，已經人寫咗成5萬幾入去，咁係咪就唔使理嘅咧？頭先有方係啲係量值唔到嘅。頭先有方睇自由面嘅立場咧，其實係咪就代表話你俾啲遊戲廠商賺錢啦？咁我啲小個玩家咧就唔使理㗎啦。頭先有方議會都冇聽到我頭先主編講嘅咩啦？頭先有方提到就係話嗰啲好難去跨境嘅執法啦。其實台灣嘅轉單分期嗰種版本啦，規定咗資源嘅連線到當地嘅伺服器就受規管啦。台灣做到點解香港做唔到咧？而且台灣經濟雖然表達跨境營運導致難以監管擔憂，但係最終都透過修訂網上連線服務遊戲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去落實呢個批路嘅秘路嘅規定啦。咁呢個係説明喺技術同埋法律層面上係有辦法面對嘅。頭先有方亦都提到話，就算呢第三方認證都好難去防止佢造假啦。而台灣呢方面都可以討論啦，可以參考例如話 e-commerce 呢啲國際嘅第三方認證嘅機率啦，可以用統計分析算法。新設嘅方法，其實啲遊戲公司嘅設計機制係公平公正嘅。香港亦都可以去考慮建立呢啲類似核數師嘅機制啦，去加強把關。雖然台灣嘅經濟部指出，目前國際上只有實體國營機台去強制第三方認證，收係冇呢個先例嘅，正式強制執行佢嘅難度。咁唔代表我哋就應該向更加透明、更加公正嘅方向努力。我方從來都冇話唔支持佢一啲去禁一啲對社會危害大嘅毒品，即係例如話毒品，佢有啲去用幾百萬去買毒品啦，佢黑社會聚曬啦，去家庭關係斷裂，咁其實嗰啲都係要禁嘅。咁有關嘅講遊戲，佢對遊戲有幾大危害啦，咁點解要去禁咧？咁唔通係要唔通要禁埋投資？因為投資有上有跌㗎嘛。頭先我剛提到話消委會咧係可以投訴啦，咁其實你有冇諗過究竟係咪真係咁簡單咧？好似台灣頭先有個天堂 M 嘅例子，佢都係由間有個大貨場出嚟等落60幾萬之後，佢先可以投訴到㗎嘛。咁點解投訴嘅人可以咁少咧？咁所以轉啦，其實根本就係可以預防。講到青少年俾人誤導，消費者俾人蒙騙啲亂象應該發生香呢個
鼓勵公平交易，保障消費者支持強化社會咩？香港政府作為公平公正嘅城市，正第一方路跟住必須向正視同埋改變，為作出改變，徹底杜絕不誠實嘅誤導同欺詐，對香港消費者、香港營業乃至香港嘅法治先係真正長久之計。或者今日發展出嚟好遠，咁不如我哋有氣講自己諗法，有關氣都想開心。如果網絡機咁樣啱好金塔，我要同持續，所以今日辯題應該成立。多謝各位。發言時間為4分08秒，因為頭先正方面邊有講到英文，又講出聲嘅，如果我冇聽錯嘅話，所以情況要喺個分邊度扣除1至5分。比賽結束，而家申請3位評判為今場比賽點評，先請麥子彤小姐。雙方都打得幾好啦，咁我就喺度講少少啦。咁首先就講下正方先。咁正方咧，我覺得你係要講而家政府嘅政策到底有乜嘢限制。例如話，你都好清楚咁樣去列明翻，例如話而家係有好多嘅流浪資源啦。例如話，其實你一路講到，不過講到可能有少少亂。例如話，而家 App Store 或者係 Play Store 之外嘅遊戲，佢就係冇受到一個嘅限制啦，或者係而家係被舉報同埋預防嘅分別。咁即係可能而家會家係可以透過3個說明條例去舉報嘅。咁但係佢係俾人受騙咗之後先再去舉報㗎嘛。咁但係如果係政府立咗轉蛋法之後，佢係好好咁樣去預防咗呢件事發生，都係保護咗消費者嘅權益先嘅。咁我覺得呢兩點可以講多啲啦。咁第三咧就係第二個論點，我覺得係即係缺少咗一啲嘅論述嘅。咁即係你講到話，即係而家有嗰個嘅機率就可以預防啲人上癮啦。咁但係點解有機率就等於係冇賭博嘅心態咧？即係可能而家啲人去買盲盒，或者係去扭蛋都好啦，或者係甚至係買六合彩啦，啲人其實係可以自己計到個機率。咁但係佢就知道有幾低都好，佢都係會買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只要係想要，佢都係會去抽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第二個論點講到話係減少嗰個嘅賭博心態，或者係減少成癮問題，我應該要有多啲嘅論述啦。咁之後反翻嚟就淨係講一個論點嘅啫，就係而家已經有呢個條例啦。咁就講話其實而家係架床疊屋緊嘅，即係消委會係已經有方法去拉緊。咁我覺得咁樣就可能有少少係單薄嘅。咁反正你後場亦都有講話一啲遊戲商嘅權益啦。咁你不如第二個 point 都可以講多少少。例如話而家新聞條例已經係講咗唔可以虛報，咁咪一定要監管埋，佢一定要去公開咧。咁可能呢個都係營運商嘅一個營運啦，或者係賺錢嘅手段嚟嘅。咁台灣佢入咗呢個轉蛋法之後，佢有冇影響到一啲商家佢賺錢嘅盈利可能少咗，或者係減少咗商家佢進入市場嘅意願？咁或者佢喺呢方面有冇影響到台灣佢即係遊戲產業經濟發展啊呢啲？咁你不如就將呢個係你嘅論點咁樣講，就淨係講呢個論點，就好似你對方去打到咁樣。我嘅分享少少啦，因為今日個人嘅唔係太舒服，即係戴口罩唔係同校焦慮，而係即係有實際需要啊。咁就其實呢個題目我諗對大家生活嚟講都接近嘅，應唔應該引入轉蛋法？即係由我哋呢啲8、9、10後細個真係走去轉蛋走去玩啦，甚至係多
當我哋成長階段嘅時候，打 online game 去抽某支槍、抽某個武器，更甚依家唔同遊戲 OK，如果你想要有個 skin，你要再去抽等等。咁一直以嚟我哋都會知道嗰個機率有時候係真係怪怪地嘅喎，即係例如我細個我出去玩嗰個抽蛋，我特別想要我隻高達，但係我抽出嚟次都係抽得個渣古或者吉姆嘅啫喎。咁嗰個時候我哋就 sense 到個機率係有啲問題㗎啦。咁如果嗰個時候有轉蛋法，咦咁到底會唔會改變到個情況咧？即係真係今我哋討論嘅嘢。咁我講正方嗰邊先啦。正方嗰邊其實中途有一個論點我幾中意嘅，即係本身成場好多時都係拗緊就係我哋要維護翻嗰啲消費者權益，即係唔能夠俾佢哋好似水魚咁樣撳住嚟搶，之後冇咗600萬或者冇5萬蚊，跟住反方就話唔係喎，其實即係公司都有啲私隱機密嘅喎。咁好典型嘅就係民眾 VS 嗰個公司嘅論述。但係正方中途有一個位其實講得幾好嘅，其實如果有咗個轉蛋法，咁會唔會係能夠矯正咗成個遊戲市場嗰個風氣嘅？即係假設我一間好老實嘅遊戲公司，我個宣傳我係真係如實咁去發布嘅 ，OK， 我個數字係清楚咁同嗰啲民眾講。咁但係隔離其他公司其實喺度呃緊人話我今次嗰個活動咧提供咗10%，提供咗10倍，但係實際上冇嘅。咁長期咁樣個競爭之下，我間公司咪越嚟越衰咯。咁我幾中意正方一個角度嘅，從成個好宏觀即係生態嚟講，會唔會係能夠改變翻個市場個風氣？因為如果個市場就係繼續劣幣推良幣咁樣，大家鬥呃嘅，終有一日即係民眾唔 buy 呢套，其實越玩係越萎縮嘅喎。咁但係後來一個點好似冇乜再點樣發揮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幾可惜，一個好新鮮嘅講法。咁成我覺得正方講啲嘢好合理嘅，即係俾到唔同例子等等。咁亦都簡單講下反方啦。反方其實從佢其中一個論述，我覺得即係時代嘅眼淚啊！其實中途我唔知點解大家會拗緊呢個位，就係到底 Play Store 同埋 App Store 係咪已經包咗所有遊戲？即係我覺得呢個位都有得拗，係一件好神奇嘅事嚟嘅。因為我覺得個理由咧就好明顯咧 ，Play Store 同 App Store 係包唔晒所有遊戲嘅。即係如果你好似我哋啲打開機，我哋仲有 NDS 啊，仲有 Steam 啊呢啲，咁好明顯 Steam 嗰啲 game 係喺 App Store、Play Store 啦，咁就係但係唔知點解大家中間可以喺呢個位都拗咗好耐。其實有 App Store 有 Play Store 佢哋個規管咁咪夠咯咁樣。即係我用一個好簡單例子啫。最近戰鬼出咗嗰個羊蹄山戰鬼，咁你唔會喺呢個 App Store 或者 Play Store 揾到噶嘛？咁假設佢中間又有啲，甚至係好似 EA 嗰啲足球 game，你要抽某個球員咁樣，咁已經係一個已經法外之地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有時候一啲事實嘅位其實可以唔係好使喺嗰度花時間去拗嘅。同埋我覺得反方嘅一個位講得幾得意啊！反方嗰個方案就係話其實消委會依家都會 check 唔同嘅產品㗎啦，即係定時佢都會 check 下嗰啲水啊，到底啲水係咪真係咩天然水，好似農夫山泉咁樣係專登要分一個類俾佢㗎咁樣。咁本身佢都會 check 㗎啦。咁如果消委會都去 check 埋啲遊戲機率，咁咪得咯。係嘅，即係我覺得你係講得有道理嘅。但係用翻一個現實嘅情況，好似丁特咁，佢都抌咗成600萬出嚟，即係換算港紙，即係150萬先 check 到佢係機率有問題。咁你會話，你消委會都攞150萬出嚟咪 OK 咯？咁但係其實一隻 game 啫喎，而且仲要係 check 到有問題啫喎。你諗下，消委會有一日發布個報告同我哋講，我哋每隻 game 抌咗150萬，總共金燒咗1500萬。跟住咧，我哋發覺隻 game 個數據都係正確嘅喎，大家可以放心去玩啦。即係你諗下，我哋納稅人會有啲咩感受？多謝你消委會，即係用150萬證明咗，啲水係可以飲得嘅，個產係食得嘅，即係證明嗰啲廢嘅嘢。咁我覺得呢個 case
方案可以去諗一諗，可以去調整一下。咁跟住後來，我覺得反方嗰啲位開始打得有少少亂啦，開始講到話使唔使規管埋啲小朋友啲零用錢啊、花嗰啲，我覺得開始慢慢好似拗下引嚟咗嗰個題目啦，開始大家本身準備好充足嘅，但係一到咗接戰嗰個位嘅時候，太執着咗喺某啲戰場咧，就離個主線越拉越遠啦。咁我分享係咁多。
要點樣標示啲乜嘢出嚟，咁你都咁樣想講。例如咧即係你有啲想講咧，從翻你自己立場嚟講添，即係你認為咧 Apps Google Pad cover 到大部分遊戲，咁咧對面話咁但係你哋咧一副咧就上官就話，咁如果係啲冇 P.O. 遊戲嗰啲 App 就唔俾上架嘅話，咁香港咪冇遊戲玩咯？咁你嘅意思係咁，即係 Apps Google Pad 係只係佔好少部分，即係大部分嘅都係嗰啲而家未規管到嗰啲遊戲。咁啊，同埋一開始嘅立場嘅想法係矛盾咗。咁講完即係主線上或者立場上係咁多。我想講一講你嘅 present 啦，就係正方嘅結變咧，其實我唔係好聽到佢講，即係你打 3D 又好，變位又好咧，都係2萬9，又好快啊，係啊，咁你睇下點樣可以改善下呢樣嘢，係啊，即係你出嚟講咗4分鐘，我諗其實係快出嚟2分稿就算，即係你即係諗下點樣去 present 好啲，係啊，即係呢個位我都唔係好俾到分，因為係你講啲內容唔啱或者我係好聽唔到你講嘅，係啊，咁都要讚一讚反方結變啦，即係喺中學好少見下空手，都欣賞你嘅勇氣，就係咁。即係3位評判，也宣讀賽果，先宣布最佳辯論員及最佳青苗辯論員。最佳辯論員係正方2副國月亮同學。最佳青苗辯論員係正方1副鄧耀森。而家宣布賽果，今日嘅辯題為香港應引入轉蛋法，正方得票為3，反方得票為0。換言之，勝出嘅係正方，香港華人書院。而家比賽正式完結，多謝3位評判同雙方同學。好，多謝晒。